出发了，去天津。上来。上飞机了哈，兄弟们，今天的任务有点多，但真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。这大飞机可以傲，不愧是未来的我投资的航空公司。你可别吹牛逼了，你可别说话了，你不懂。天津的天气确实热，跟我们那比，天气真的不错。确实不错。等会儿吃煎饼果子呗，小贺。行，本贺少请你吃。由于小贺跟同事下飞机有点晚，我们先去参加展会。这环境可以哈。由于后面小贺干的金融行业不让说，我给大家放正片里面了。有感興趣的給小賀留一個關注，謝謝。造就暢快日子，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泄定義。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。